我哋今日要表演嘅主題係沒有社交媒體的一天。我哋係嚟自寶血會思源學校嘅同學。埋嚟睇，埋嚟揀啊喂！今日啲菜有8折優惠啊！喂，你太唔遵守商業道德啦！點可以將啲價格壓到咁低㗎？好，等我諗下計。我哋賣嘅菜全部都係全天然㗎。唔似隔離嗰位咧，佢賣嘅菜全部都係加農藥㗎。豈有此理！等我去社交平台公審你先。嚟啊！驚你啊！咦？有人嗌緊交啊？咁就啱啦！又有一個好嘅素材俾我上載到社交平台啦。菜市場裏有人正在炒得不可開交。北方呢個標題好似唔夠犀利喎！菜市場裏2名外貌兇悍菜販炒得不可開交，大打出手，跟投擲攻擊性武器，疑似有傷亡。咁樣嘅標題應該可以吸引更加多嘅讚好啦啩！哇！呢出戲好好睇啊！等我同我個朋友分享先。媽咪，我返嚟啦！呢度做咩啊？點算啊女？我俾人呃咗啦！呢一款最新型嘅咖啡機唔單止發出刺耳嘅噪音，仲噴出一堆咖啡渣，搞到成個廚房都亂晒啊！佢只係壞咗啫，點會係俾人呃啊？網民話見到一款最新型嘅咖啡機，價格平到令人心動。評論區嘅網友們都紛紛表示，呢一款咖啡機真係神奇喎！你睇，哇！呢款機器唔單止可以煮出香濃嘅咖啡，仲可以自動清洗啊！佢仲可以幫我媽咪減肥添啊！香濃嘅咖啡係指成個空間都佈滿住咖啡嘅香氣呀，幫你減肥？哦，咁係因為你要清洗個地方，所以先可以減肥啊！吓？咩話？唉，你呢啲老人家真係容易俾人呃啊！可憐的媽媽，可憐的我，可憐的家，加啲標籤先。咖啡機之亂，網購被騙，救命！等我叫 AI 幫下手先。Natasha， 幫我檢查下信息啊！你有一則短信嚟自永生。喂，我好掛住你啊！你會唔會同我行街啊？吓？天氣咁熱，邊個會咁傻出街啊？回覆佢唔會啊？已回覆。吓？天氣咁熱，邊個會咁傻出街啊？回覆佢唔會啊？喂，你有病啊？唔識得過濾內容先發送啊？我一定要將你換走啊！嚟，同我分析朝早貼文嘅數據。20個人讚好，300個人表示不喜歡，最多人點讚嘅留言係淨係得張相，又影唔到打交場面，有人頭破血流先貼文啦。呢個用戶啊，成日發放假消息嘅，檢舉佢啦！唉，點會係咁㗎？Natasha，幫我反擊。現正留言，你們的腦袋就像是秋天的落葉，隨風而去。你們的觀點如同浮雲，輕如鴻毛，無足輕重。佢哋冇得反駁啦啩？500個人表示不喜歡，檢舉人數達50名。吓？咩事啊？媽咪，我賬戶不斷咁俾人檢舉啊，點算啊？唔使驚 ，Natasha 幫我安慰個女。何謂安慰？點解釋好呢？總之你不斷咁安慰佢啦。安慰你，安慰你，安慰你。我就嚟要發癲啦！咁都叫安慰啊？
實我都唔識點樣安慰人哋添。安慰